喺呢個全世界都好似癲咗咁樣嘅時代，大家每日擘大眼就係煩緊緊食，煩緊供樓，煩緊啲細路嘅前途，搞到成個人好似俾條無形嘅繩勒住咗條頸咁，連唞啖氣都覺得辛苦。好多人以為要解決呢啲煩惱，一定要賺多啲錢，換層大啲嘅樓，或者去多幾次旅行。但我今日要話你知，其實喺1300多年前，有個連大字都唔識多個嘅斬柴佬，佢只係憑住聽咗人哋講一句話，就又到咗困擾人類幾千年嘅終極答案。呢個人就係後來影響咗成個東方文化，被譽為禪宗六祖嘅慧能大師。佢當年悟出嚟嘅嗰套智慧，唔單止係一啲佛學理論，更加係一套專門為我哋呢啲現代人設計嘅心靈解脫指南。如果你而家覺得人生好迷茫、好大壓力，甚至覺得自己快要崩潰，請你暫時放低手頭上嗰啲所謂嘅大事，聽下呢個曾經被當成傻仔嘅窮後生係點樣喺最平凡嘅生活裏面到最不平凡嘅自由。我哋成日話出身決定命運，但慧能大師嘅故事一開波就係要打碎呢個固有認知。佢細細個就老豆過身，兩仔乸喺嶺南一帶靠賣柴過日子，生活可以話係慘到貼地。當時嘅社會，你想讀書想修行，起碼要有反咁上下家底或者社會地位。但呢個斬柴佬喺一次賣柴嘅過程入面，無意中聽到人哋讀《金剛經》裏面嘅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係咁樣。佢個腦入面好似突然間開咗一盞幾萬瓦特嘅大燈，瞬間就明咗好多人讀一世書都明唔到嘅道理。呢個就係我想同大家講嘅第一個重點。我哋每個人心入面其實都有一份最原始、最清淨嘅智慧，只不過係我哋平時俾太多雜念、太多執着遮住咗。慧能大師就係要話俾我哋知，真正嘅智慧唔係喺書本入面，亦都唔係喺啲名山大川入面，而係就喺你而家呢一刻嘅呢粒心入面。講到呢度，我諗起好多人成日問，既然我有智慧，點解我仲係咁煩？呢個就涉及到慧能大師去黃梅妹五祖弘忍大師嗰段經歷啦。當時一個嶺南嘅窮小子去到湖北，啲人見到佢都覺得佢係個坑寮，即係未開化嘅盲人。五祖當時特登試佢，問佢一個盲人點樣成佛。慧能就答咗一句非常經典嘅說話，佢話人雖然有南北之分，但佛性係冇分南北嘅。呢句話簡直係直接打咗嗰啲自以為高人一等嘅權威一巴掌。隨後慧能就俾人派咗去磨房磨米，一磨就磨咗8個月。大家試下諗下，一個已經有咗高度覺悟嘅人，點解會願意喺一間又黑又窄嘅房入面做呢啲最辛苦、最枯燥嘅體力活？因為慧能大師明白，修行同生活係從來冇分開過嘅。佢磨米嘅每一下，踏對嘅每一下，其實都係喺度觀察緊自己嗰粒心。呢樣嘢對於我哋現代人嚟講太重要啦。我哋成日覺得要辭職去流浪，要去禪修先夠擾返自己。其實如果你唔識得喺每日嗰8個鐘頭嘅工作入面修行，你去到邊度都只會係一樣咁煩。跟住落嚟就係成部《壇經》最精彩、最具有戲劇性嘅一幕，亦都係最能體現頓悟智慧嘅地方。當時五祖要接班人，叫大家寫首偈語嚟表達自己嘅領悟。大弟子神秀係當時公認嘅學霸。佢寫咗首偈話：身係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呢首偈語其實講得好好，佢代表咗絕大多數人嘅修行觀念，即係我哋要不斷咁樣去改正自己，要好努力咁樣去抹乾淨我哋粒心呢面鏡，唔好俾世俗嘅塵埃污染。但當慧能聽到呢首偈之後，佢就覺得仲係差咗少少，於是佢就寫咗嗰首震撼古今嘅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兩首偈語嘅分別，其實就係加法同減法嘅分別。神秀教我哋做加法，要不斷抹，不斷修；而慧能就直接教我哋做減法。佢話根本就冇嗰面鏡，你亦都唔需要去抹啲咩。呢個道理就係話，你本來就係清淨嘅，你之所以覺得煩，係因為你幻想咗一堆塵出嚟，然後又幻想自己要好努力咁去抹走佢，即係好似我哋現代人成日講嘅精神內耗。其實好多煩惱都係我哋自己喺腦入面演咗一場戲出嚟，然後自己嚇自己。
慧能大師呢種直指人心嘅方法喺當時係非常之革命性㗎，佢打破咗所有嘅形式主義。佢話如果你只係坐喺度不動如山，但係心入面仲係貪嗔痴慢疑，咁你坐到幾時都冇用。相反，如果你能夠喺每一個當下都保持覺醒，咁你行住坐臥都係喺度參禪。呢種智慧簡直係為我哋香港人量身訂造。我哋邊有咁多時間去打坐？但我哋有時間去食飯，有時間去搭地鐵。如果你可以喺搭地鐵嘅時候，唔係喺度盲目咁滑手機，而係靜靜咁觀察下自己嘅念頭，觀察下自己嗰份焦慮係點樣升起，又係點樣滅去，呢個就係最地道嘅禪修。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既然本來冇一物，咁我哋點樣面對現實生活入面嘅種種問題，例如供樓、失業或者係人際關係嘅衝突？慧能大師喺《壇經》入面提到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叫做煩惱即菩提。呢句話聽落好似好玄，但其實好實務。佢意思係話，煩惱同智慧其實係同一樣嘢嘅兩面，就係好似一隻手咁，手掌係煩惱，手背就係菩提。你只要轉一轉手，境界就完全唔同。例如你而家因為工作壓力大而覺得好煩，傳統嘅諗法係我想盡辦法去消除呢份壓力，但慧能嘅方法係你要去睇清楚呢份壓力嘅本質，壓力係由邊度嚟嘅？係咪因為你太執着於個結果？係咪因為你怕俾人睇唔起？當你能夠睇穿呢啲執着嘅時候，嗰份原本令你辛苦嘅壓力就會轉化成一種推動你成長嘅智慧。所以唔好驚煩惱，因為煩惱就係你開悟嘅原材料。仲有一點，慧能大師非常強調無念同無相。好多人誤會無念係乜都唔好諗，其實唔係咁樣。慧能講嘅無念係指你有念頭，但你唔好俾個念頭帶走。即係好似你喺街度見到個靚女或者型男，你個心入面會有一閃而過嘅念頭，話呢個人好正，呢個係正常嘅。但如果你跟住嗰個念頭去諗，如果我係佢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就好啦，如果我好似佢咁樣有錢就好，慢慢咁你就係俾念頭帶走咗。慧能教我哋要念念不住。即係個念頭嚟咗，你知佢嚟咗，但你唔好留住佢，等佢好似雲咁樣飛走。如果你可以做到呢一點，你會發現你嘅心會變得非常之大，大到可以裝得落任何嘢，但又唔會被任何嘢束縛住。我哋再嚟傾下自由呢個話題。現代人追求嘅自由，通常係指我可以去邊度，可以買啲咩，或者可以唔做啲咩。但慧能大師追求嘅係一種究竟嘅自由。佢當年喺五祖嗰度得到傳承之後，為咗避開啲人嘅追殺，隱姓埋名喺獵人隊入面生活咗整整15年。大家試下代入下嗰個畫面，一個一代宗師每日要同啲獵人一齊生活，佢哋打獵殺生，而慧能就靜靜咁喺旁邊食啲煮過肉嘅蔬菜，即係所謂嘅肉邊菜。呢15年入面，佢冇任何名分，冇人知佢係邊個，生活環境極之惡劣，但係佢心入面嗰份平靜係從來冇動搖過。呢種自由係唔會因為外在環境嘅改變而消失嘅自由。對比下，我哋而家可能因為手機冇電就覺得好焦慮，或者因為人哋一句說話就唔開心成日。我哋真係要反思下，我哋追求嘅到底係真自由，定係一種建立喺脆弱沙堆上面嘅假象？慧能大師終於喺廣州法性寺正式露面嘅時候，發生咗一件好出名嘅事。當時有兩個和尚喺度爭論旗杆上面嘅旗點解會動，一個話係風動，一個話係旗動，兩個人爭到面紅耳赤。慧能就行埋去話，唔係風動，亦都唔係旗動，而係你哋兩個嘅心動。呢句話簡直係神來之筆，佢直接點出咗我哋人生中所有煩惱嘅根源。我哋成日覺得世界好亂，社會好唔公平，身邊嘅人好麻煩。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你粒心嘅投射。如果你粒心係定嘅，出面點樣翻江倒海，你都可以泰然處之。呢個道理喺而家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特別有用。每日有咁多負面新聞，咁多網上嘅口水戰，如果你唔想俾人牽住個鼻走，你就一定要學識點樣守住自己嗰粒心。另外，好多人以為修行係一件好離地嘅事，一定要去到啲深山大林，不吃人間煙火先得。但慧能大師話，佛法喺世間唔可以離開世間覺。如果你想離世間去菩提，就好似想享一隻有角嘅兔仔咁，係永遠都口唔到㗎。佢教導弟子要喺屋企積德，要孝順父母，要同人友好相處。呢啲看似好普通嘅倫理道德，其實就係最高深嘅佛法。所以唔好成日幻想住要有一個世外桃源去修行。
你而家住緊嘅呢間屋，你返緊嘅呢份工，你身邊嗰個成日鬧你嘅老婆或者老公，呢啲通通都係你嘅修煉場。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壇經》入面關於功德嘅一段對話。梁武帝當年見到達摩祖師，好自豪咁話自己起咗好多廟，印咗好多經，問達摩佢有幾多功德。達摩答佢一啲功德都冇。慧能大師後嚟喺《壇經》解釋咗呢件事。佢話見性先至係功，平等先至係德，即係話如果你做善事係為咗名聲、為咗回報，或者係帶住一種高高在上嘅優越感去做，你做幾多都只係福德，唔係功德。真正嘅功德係你內心嗰份清淨、慈悲同埋無私。呢個道理亦都提醒我哋，喺呢個追求 KPI、追求效率嘅時代，唔好連做善事都變得咁功利。慧能大師仲講過一個非常重要嘅觀念，叫做自性自度。佢話雖然我有佛法教你，但最終要解脫，一定要靠你自己。老師只係一個指路人，條路一定要你自己行。就好似你病咗，醫生開咗藥方俾你，如果你唔食藥，咁將藥方寫得幾靚都冇用。我哋現代人太依賴權威，太依賴外在嘅方法，總係希望有人可以俾一粒神奇藥丸我哋，食完之後人生就一帆風順。但慧能話俾我哋知，你先至係你自己生命嘅主人，你心入面嗰個寶藏一定要由你自己親手去開啟。最後我想講講頓悟同漸修嘅關係。雖然慧能大師代表嘅係頓悟宗，但其實佢並唔否認努力，佢只係強調，當你個方向啱咗，開悟就係一瞬間嘅事。就好似一個房入面黑咗1000年，你只要點着一盞燈，嗰啲黑暗就會瞬間消失。你唔需要用1000年嘅時間去慢慢驅散黑暗，你需要嘅只係嗰一刻覺醒。呢種覺醒可能發生喺你搭車嘅一刻，可能發生喺你洗碗嘅一刻，甚至可能發生喺你聽緊我講呢段嘢嘅一刻。只要你肯去認真睇下自己粒心，你就會發現原來嗰份理想嘅平靜同智慧從來都冇離開過你。慧能大師由一個大字唔識一個嘅斬柴佬變成一代宗師，佢用佢嘅一生話俾我哋知，生命係有無窮可能嘅。你唔需要被你嘅過去定義，亦都唔需要被你嘅學歷、你嘅收入或者人哋對你嘅評價定義。只要你能夠回歸自性，你就可以喺呢個混亂嘅世界裏面，到屬於你自己嘅一份鬆弛感同自在感。呢本六祖壇經其實就係送俾我哋每個人嘅一份心靈禮物。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試下放低嗰啲沉重嘅包袱，用一顆簡單清淨嘅心去重新感受呢個世界。人生唔係一場競賽，而係一場覺醒嘅旅程。你本來就係具足一切嘅你，根本唔需要向外追求啲咩。記住慧能大師嗰5個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不生不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呢個就係你真正嘅樣。由今日開始，試下對自己好啲，對身邊嘅人慈悲啲，唔係因為要做俾邊個睇，而係因為你本來就係咁樣。當你可以做到呢一點，你會發現原來地獄同天堂真係只係一念之間。講咗咁耐，其實都係想大家可以喺繁忙嘅生活入面，到少少屬於自己嘅空間。呢份智慧唔係要你變得好偉大，而係要你變得好真實。當你可以好坦然咁面對自己嘅恐懼、慾望同埋焦慮，唔逃避亦唔壓抑，你其實就已經行緊喺覺醒嘅路上面。1300多年前嘅智慧，到咗今日依然閃閃發光，就係因為佢觸動咗人性裏面最深處、最共同嘅渴求。希望呢個關於慧能大師同壇經嘅解讀，可以為你帶來一絲清涼。世界依然會轉，煩惱依然會嚟，但只要你心入面嗰盞燈係亮住嘅，你就永遠唔會迷失方向。對此，你又有啲咩諗法呢？你覺得喺現代社會最難放低嘅執着係咩？歡迎大家喺評論區一齊傾下偈，分享你嘅見解。我哋下一本書再見，祝大家都可以解到自己心入面嗰份清靜同自由。